小李先生，好么？我老阿兵好安，还有好听，都想你呢。我爱同讲一个秘密，我发现我永远就像生日那样啊，因为当年我就爱到爱烦，6点走过，来出差，站位都好高。我大摆看到离开云淡的风景，我就一直都在想，先离开云淡的人，是不是都懂欢喜啊？小林先生，离开云淡的世界，会懂欢喜吗？我一直我转头看云淡吗？因为我转头的人，就算太人啊，今年的热天，我转来看我也着吗？